親愛嘅天父，我哋以希伯來書第11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希伯來書第11章主要記述作者喺前面上一章所提到，希伯來書10章38節，只是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縮，我心就不喜歡他。39節，我們卻不是退縮以致沉淪的那等人，而是有信心以致得生命的人。作者提到完全嘅救恩最終能夠得着生命，唯有通過信心先至能夠成就。喺本章，作者集中講解乜嘢係信心。本章嘅第一節，信就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對未見之事有確據。首先，我哋嚟思考一下呢度所提及嘅信係乜嘢呢？現代嘅人提到信心，往往佢先想到自信心，其實係一種自我實踐嘅想像，係聰明才智能力再加上意志力嘅表現。例如，有冇信心去贏一場比賽呢？對一個人有冇信心佢能夠勝任一件工作呢？又或者話信唔信一件事情係真嘅呢？呢個涉及自己嘅邏輯推敲、搜集證據等等嘅能力。呢啲今天喺世間上所提及嘅信心，往往都係與自己嘅聰明才智同埋能力去掛鈎。背後隱藏嘅意思，往往係睇下我有幾醒，我信啱咗。呢個亦都係往往令我哋傳福音冇效果嘅原因，因為別人往往並不想相信你所相信嘅。但呢啲都並非聖經裏邊所講嘅信心。喺聖經裏邊所講嘅信心，喺希臘文嘅原文就係對任何真理的堅定相信。在新約裏是針對人與神的關係，以及對屬神的事的堅定相信，一般都包含着對神和基督的信心所發出的忠貞、忠實、忠誠，以及至死不渝的態度。聖經裏邊所講嘅信心，最簡單嘅描述就係認識咗嗰位獨一嘅永恆存在嘅又真又活嘅創造主，並且堅定嘅相信佢。信心就係關乎我哋與神之間嘅關係，信心當中必定牽涉神與人嘅關係。咁樣信心喺乜嘢方面係比較重要呢？係相信嘅人嘅呢個因素，定係所相信嘅對象神嘅呢個因素呢？神肯定係較為重要嘅。假如抽起咗神呢個因素，本章整章聖經，甚至於整本聖經都變為冇意義啦。更重要嘅就係所相信嘅對象，呢位神係確實可信嘅對象。當然，相信嘅人，我哋能夠堅持相信並不放棄，就係上面信心嘅定義所講嘅忠貞、忠實、忠誠以及至死不渝，係基本嘅條件，亦都係整卷希伯來書作者所最希望收信人能夠活出嘅生命。所以作者喺本章喺原文40節經文嘅當中，係使用咗24次信心呢個名詞，並且重複提及因着信係有19次之多，就係想強調喺人嘅呢方面，佢應該要有呢種堅守嘅態度。因為猶太人佢哋自小閱讀聖經，一向已經認識咗呢位神，並唔需要喺神嘅呢方面多作解釋。但係對於今天嘅我哋嚟講，更重要嘅就係所相信嘅對象，呢位神係確實可信嘅對象。否則堅持相信一件錯嘅事情，危害比不信可能更大。呢個亦都係今天撒旦使用佢嘅伎倆，興起咗喺世間上好多似是而非嘅宗教，係我哋不能不小心嘅地方。但係我哋從創世記開始閱讀聖經，細心思考，到咗目前呢度聖經嘅最後部分，我哋對呢位創天造地、永恆不變、又真又活、獨一嘅真神，基本上係已經認識咗。去了解呢段經文，實在係並冇太大嘅困難。但係為咗讓我哋更容易吸收本章所要講嘅意思，我哋將神呢個因素加進去朗讀嘅經文內容之中，可以增加我哋作為外邦人更容易理解呢段經文嘅意思。本章嘅第一節，信神
就是對所盼望之事，就係佢已經答應過嘅事有把握；對未見之事，就係佢已經答應過嘅事有確據。第二節，古人因着這信，就係對神嘅應許有把握，獲得了讚賞。第三節，因着信神，我們知道這宇宙是藉神的話造成的，這樣看得見的是從看不見的造出來的。呢度係按照創世記第1章嘅內容講嘅，係一個神的話使無變為有嘅過程。讀到呢度，一般嘅人就會覺得太虛幻、太不可信，好似神話故事。人就會問，呢度看得見的是從看不見的做出來的，點能夠發生呢？我哋要多謝愛因斯坦，佢使用佢嘅高深科學理論，已經解釋咗呢個看似虛幻嘅情節，就係質量與能量互換嘅公式，又被稱為質能互換、質能等價，就係聞名天下嘅 E 等於 mc²。E 係能量， m 係物質， c 係光嘅速度。我哋當然係冇資格去詳細講解呢度嘅道理，但係簡單嘅道理就係，能量就係睇唔見嘅東西，與物質係睇得見嘅東西，原來係可以互相交換嘅。咁樣呢度第三節，看得見的是從看不見的做出來的，亦都其實並唔係虛幻嘅。我哋如果再追查呢方面嘅資料，就明白其實原子彈嘅能量亦都係從呢一條嘅公式裏邊去演化出嚟嘅。本章嘅第4節繼續講，因着信神，亞伯獻祭給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獲得了讚許為義人。神親自悅納了他的禮物。亞伯係咪撞彩獻上咗神喜歡嘅禮物呢？當然並非如此，背後係顯示出佢與神係有緊密嘅溝通，佢知道神嘅心意先至去揀禮物嘅。留意佢所揀嘅禮物係與神所應許嘅救贖係有關嘅。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就係對神所應許嘅有把握，仍舊在說話。我哋當然聽唔見佢死後所發出嘅說話，但係神卻係聽得見。第5節，因着信神，以諾被接去，得以不見死，人也找不着他，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討得神的喜悅而蒙讚許。以諾與神同行咗300年，與神保持緊密美好嘅關係。本章嘅第6節解釋呢種關係，沒有信就係對神所應許嘅有把握，就不能討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呢個係最基本嘅。有啲人口說相信，但係可能連呢一點都未能做到，並且信他會賞賜尋求他的人。就係指與神已經建立咗愛嘅關係，唯有你相信神愛你，你先至能夠相信神會賞賜你。然後作者繼續舉出其他嘅例子。第7節，因着信神，挪亞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就係有溝通嘅關係，並且對神所應許係有把握嘅，動了敬畏的心，造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藉此他定了那世代的罪。就係那世代不信的罪，佢哋當神透過挪亞所講嘅說話為兒戲。挪亞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神而來的義，就係一個因信稱義嘅例子。本章嘅第8節，因着信神，亞伯拉罕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就係對神所應許嘅有把握，出去往將來要承受為基業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第9節，因着信神，他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鄉居住在帳棚裏，與蒙同一個應許的以撒和雅各一樣。佢哋3人係被稱為列祖，同樣都係對神所應許嘅有把握。係乜嘢應許呢？呢度講得更加清楚。第10節，因為他等候着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所設計和建造的。今天我哋已經知道，就係啟示錄21章嘅新聖城耶路撒冷。11節，因着信神，撒拉自己已過了生育的年齡，還能懷孕。
佢哋當然係以夫婦嘅行動上去配合，先至能夠有生產嘅結果，顯明咗佢哋嘅信心。因為他認為應許他的那位神是可信的，係對神所應許嘅有把握。12節，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竟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然後作者作出解釋。第13節，這些人都是存着係對神所應許嘅有把握嘅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觀望，且歡喜迎接。他們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呢度係亞伯拉罕喺創世記23章4節所講嘅：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是寄居的。請給我你們那裏的一塊墳地，我好埋葬我的亡妻，使她不在我的面前。第14節，說這樣話的人就係亞伯拉罕，是表明自己要尋找一個家鄉。15節，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係指加勒底嘅吾爾，還有回去的機會。16節，其實他們所羨慕的是一個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鄉。所以神並不因他們稱他為神而覺得羞恥。呢度嘅意思係神係並唔會令佢哋失望嘅，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呢段說話好明顯，就係要勸告收信嘅人，要佢哋認清歷史。喺歷史上呢啲偉人，佢哋係憑着盼望同埋信心，實在係仍然正在等待之中，但係最終佢哋必能得着嘅。本章嘅17節繼續講，因着信神，亞伯拉罕被考驗的時候，把以撒獻上，這就是那領受了應許的人，甘心把自己獨生的兒子，就係神所應許嘅獻上。18節，論到這兒子，神曾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19節，他認為神甚至能使人從死人中復活，意味着他得回了他的兒子。亞伯拉罕佢嘅信心係大到一個地步，佢相信神能夠取回佢所應許嘅，然後再將佢所應許嘅重新俾自己。呢個死人中復活，正係主耶穌基督佢喺十字架上所完成咗嘅奇妙事情。20節，因着信神，以撒指着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21節，因着信神，雅各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個別祝福，扶着拐杖敬拜神。22節，因着信神，約瑟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人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了遺言。23節，因着信神，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把他藏了3個月，並不怕王的命令。24節，因着信神，摩西長大了，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25節，他寧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就係相信神所應許嘅，也不願在罪中享受片刻的歡樂。呢啲先祖佢哋都係與所相信嘅神有個人化嘅關係，願意回應神嘅心意，去作合乎神心意嘅選擇。本章嘅26節繼續講，他把為彌賽亞受凌辱看得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為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彌賽亞嘅預言其實從創世記已經開始出現，所以摩西絕對係知道佢係邊個，亦都知道神所應許嘅必要實現。所以呢度話，因為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作者係再一次要提醒收信嘅人，現在主耶穌嘅救恩已經擺在你哋面前，你哋所想望嘅又係乜嘢呢？27節，因着信神，他離開埃及，不怕王的憤怒，因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神。28節，因着信神，他設立逾越節，在門上灑血，免得那毀滅者加害以色列人的長子。29節，因着信神，他們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着要過去就被淹沒了。
30節，因着信神，以色列人圍繞耶利哥城7日，城牆就倒塌了。31節，因着信神，妓女拉合曾友善地接待探子，就沒有跟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然後作者加快速度，想講出下面佢所最想講嘅。第32節，我還要說什麼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時間就不夠了。33節，他們藉着信神制服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住了獅子的口。34節，滅了烈火的威力，在鋒利的刀劍下逃生，從軟弱變為剛強，爭戰中顯出勇猛，打退外邦的全軍。35節，有些婦人得回從死人中復活的親人，又有人忍受嚴刑，拒絕被釋放，為要得着更美好的復活。呢啲嘅事蹟都係收信人作為猶太人所耳熟能詳嘅，係唔需要一一解釋。然後作者將鏡頭一轉，原來喺舊約屬於神嘅人與現在身處於新約時代屬於神嘅人都有極為相似嘅遭遇，就係36節，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練。37節，他們被石頭打死，被鋸死，被刀殺，披着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貧窮、患難、虐待。38節，這世界配不上他們。呢度係語帶相關嘅，世人認為呢啲人佢哋不配生在世上，神卻係認為世界配不上他們。他們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漂流無定。39節，這些人都是因着信神，係對神所應許嘅有把握，獲得了讚許，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作者強調，神卻係認為世界配不上他們，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係有兩個原因。首先，呢啲屬靈嘅偉人，佢哋仍然在等待之中，最終係必然能夠得着嘅。第二，係向收信嘅人發問：你哋是否因着信神，都係喺度等待着呢？定係你哋想退縮，甚至想放棄，因而失落所應許嘅呢？要知道歷世歷代以嚟屬於神嘅人仍然喺度等待嘅原因，就係本章嘅40節，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好的事，若沒有我們，他們就不能達到完全。神嘅心意仍然係要等待，今天喺佢嘅心意當中，就係等待嗰啲仍然有機會得救嘅人要加入呢個整體嘅裏邊，事情先至能夠一次過嘅發生。呢個完全係恩典嘅考慮，咁樣收信嘅人又點能夠忽視咗咁大嘅恩典，錯失呢個機會呢？對於今天我哋在世上同樣都係喺度等待緊嘅人嚟講，呢個亦都係至關重要嘅重點。我哋今天嘅狀態係因着信神，就係對神所應許嘅有把握，定係想退縮，甚至想放棄，定係半信半疑呢？默想祈禱，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